今日喺間80年代風嘅餐廳入邊食到道菜，真係嚇死我。今日約咗朋友嚟女人街食飯公司，遲到啦！哇，多人到，行到入去呢餐廳呢，基本上我細個去大排檔嘅時候個樣嚟嘅。呢個風格呢，如果你係80後、90後，應該都好有感覺。入邊呢仲見到唔少名人添，因為遲到啊嚟到已經上晒菜啦。第一個食嘅係女人街粉絲蝦煲，熱辣辣，炒到夠晒乾身，一絲絲嘅。之後呢個杏汁燉豬肺湯，老老實實，佢啲渣多到同湯嘅比例幾乎係1:1咁滯。點佢嘅特製豉油真係幾好食。呢個重頭戲啊，天婦羅瀨尿蝦，認真我真係第一次咁食。我強烈懷疑嗰啲膏係重新釀入去喎，嗰啲膏係啫喱咁擠出嚟喎。呢個蜜汁西班牙豬仔骨，佢嘅叉燒味呢冇死鹹，食落去呢豬肉非常鬆化，連骨都要妹埋啊。之後呢個山楂苗菱夾啦，係真係可以骨都食埋嘅。最後呢個鮑汁豆腐，未影到佢已經俾啲 friend 食晒咧，真係充滿驚喜嘅一餐。